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0月18日，看啊，我的耶稣正被挑战。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1章 RPG， 我们要祷告的记载在路加福音11章34节。你的眼睛好比身体的灯，你的眼睛好，全身就发光；你的眼睛坏，全身就黑暗。约翰施托德他这样说：我们不必问这世界怎么了，因为其病症已经诊断出来。我们应该问的是盐和光怎么了。今天的经文来到了，实在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很困难的，就是我们被挑战。或许讲比较严重一点，比较负面的就是正被批评啊。我们曾经经历被批评跟挑战吗？被打个大叉叉的时候，哇，你这个真的是不是信心软弱你很沮丧，不然就是很生气惊吓之后或许你会有一些惧怕也会那我们的耶稣他怎么示范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当他的学生门徒我们可以来学习的。耶稣他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需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哦，因为我们所敬爱的疼爱我们的全知全在全能的耶稣，他都会被批评了，他都会被打叉叉。那我们呢？我们哪里有不被打叉叉、不被批评的呢？不被挑战的呢？那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怎么样洞察出这种情况之下，使我们仍然在混乱当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到底这世界怎么了？或者是有人会问，到底这教会怎么了？今天我们看司托太，他其实很有洞见的说，我们或许应该问我们这个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不是应该成为这世界，成为教会的盐跟光吗？那我们怎么了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来好好来，先面对这些以前，我们要先来祷告。对，耶稣的示范就是他怎么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求的他不知道吗？其实他都知道嘛那他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呢？其实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关系，直接用着这个关系，我们就可以有3个愿望一起许而这个许的3个愿望很妙的是，愿人都遵从你的圣名。这位神他的圣名早就存在，我们遵从不是为了这一位神，我们所爱的，我们敬拜的神是为了我们这敬拜的人。我们知道遵从他，我们就知道他多么的伟大。愿你在世上掌权掌权，今天这个很重要，今天这个经文很重要。今天第11章里面就是有太多的人没有让神来掌权，没有让神来掌权，就很可惜。如果你没有让神来掌权，那么你就可惜了你就真的神要让你靠，你要在神的手中，他要保护你，他要带领你，你都没有，那这个真的是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愿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在这世上来掌权。那么我们一切所要求的其实神都知道了。神要教导我们要有这种的态度不是我们神是我们的那个投币机许愿机，我们许了愿望，神就一定要应验那他可能就
会害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痛苦到说主啊，你干脆让我死掉算了。哇，如果应验那就麻烦了哈，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时候是气话，对不对哈？有时候我们就说是没有考量太多的，但这位主他考量是全备的所以他听到我们的祷告，他一定会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按照那美好的他要赐给我们。还有我们需要的，面对这种挑战的我们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的，我们在开口求神的时候，神给我们预备那个洞察力他要我们去祈求合神心意的那个目标，我们寻找，我们可以将我们心思放在那里去探究，去洞察到的。那个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子去叩门。所以神说寻找的，祈求的我们有个目标，寻找的，神你给我那个心思去思考，叩门的你给我那个行动力。对，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面对那个挑战耶稣自己也一样他也是他要面对的这个批评跟挑战的时候，他怎么样子成为光成为盐我们看到了就是他怎么面对人家说那个靠鬼王在赶鬼呀哎呀这个神耶稣就说哎呀这拜托这个撒旦相争哪里站得住脚，不可能，一定要神掌权，对不对？神掌权，让你的身心灵都被神掌权之后你就可以成为新的人。但如果你成为新的人，里面没有神当王，没有让神来掌权，你被这个赶鬼以后，哇，你干净之后，后来有7个更恶的鬼会进去所以我们领受神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需要求神掌权，求神的国降临。我们听得到要行道，才成为有福的人。更是我们需要在人挑战我们的时候，特别挑战我们看起来好像似是而非求主显神迹其实我们的神是知道怎么样才是对，怎么样才是好因为他知道这个即便我们他行的神迹，人其实心意不在这里，对不对？其实人的心意是那种挑战的要给你好看的。所以耶稣说哎呀这时代多么邪恶他们竟然要看神迹，除了约拿神迹没有别的神迹可以给他们看的啦。不是神无法行神迹神洞察出人内心的那个邪恶其实只要悔改，就像尼尼微城只要悔改其实悔改是最大的神迹，是吧？那悔改的话，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都亮了一样我们整个身体亮了之后，我们真的就不怕人家批评跟挑战所以今天我们 RPG 就说，你的眼睛好比身体的灯，眼睛好了全身就亮起来，你的眼睛坏了全身就黑暗。特别指的我们心里的眼睛，如果你的眼睛都被这些黑暗势力蒙蔽了那你整个人就暗了，都会花起大家说会花起都黑掉了但是我们要有神的光充满，我们才能够在黑暗中被谴责，被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个法律的教师谴责的时候，他能够一针见血，可以洞察出，他可以看清楚他们背后的那个邪恶的动机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是什么时机耶稣要出招，什么时候是让大家在这个经历当中可以悔改，在这个经历当中可以真的是跟神来连结所以耶稣直接就说你们讲这些批评我什么这个洗杯啦，你们应该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是只看这个盘外而已，你们就是只有看这个外在而已啦
你看他就讲这什么你看呢、耶稣吃饭前都不洗手啦连这种也会有。耶稣怎么说？你们只把杯盘的外面洗干净，里面却是盛满了贪欲跟邪恶。耶稣讲话很厉害的，他一眼看出人内心无知的人那照外面的上帝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杯盘里面的东西送给穷人，对你们来说一切都算接近了。你们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把那些调味品这些的东西，薄荷这些其他的香料肆意奉献给上帝，但忽视了正义和对上帝的爱。其实这才是你们必须实行，至于其他的也不可忽略。哇，讲的话很重因为这位是公义、信实、慈爱、全能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了正义。真的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真的要常常说，主啊，就是有你怜悯，我可能是我错，真的。我们不要像这一批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会遭殃的，真的会遭殃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当我们整个人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陷在那个自己眼睛看不见还自以为很厉害，那就可惜了。所以我们好不好来想一想，人是通过眼睛接受光分辨事物，我们如何让属灵的眼睛可以亮起来，不昏花，能明白真理，不失去，不迷失在罪恶的世界呢？我们如何为主来发光？应该说，我们只要愿意，神让我们发光。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言语与主同行，谦卑回转，谦卑回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用你的光照我们。我们每一次开口，不是我要什么，就是他，指责别人，你。主，我们恳求你按照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啊，我们来祈求的时候，我们有个目标是要荣神，要益人，让我们能够寻找到，让我们心思可以对焦于你，我们怎么样做决定，那关键的我们也要付出行动，让我们在面对这世上的一切不是来自神的批评跟挑战时，我们的心眼就亮起来，以致我们成为光。因为主你的光照射，你是我生命的亮光，你陪伴我们走过忧伤每个夜晚，走过每个困难，因为你担当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失去方向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一定在前方。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叶牧师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今天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成为那发光的人。我们明天见。